大家可能會問，耶穌嘅親屬之後去咗邊？歷史上有冇記載佢哋嘅下落？答案係有，而且非常精彩。根據3世紀教會歷史學家優西比烏 Eusebius 嘅著作，佢記錄咗耶路撒冷教會歷代領袖嘅名單。第一任係大家熟悉嘅雅各，佢最後喺耶路撒冷被政敵打死，壯烈殉道。而接任佢做第2任主教嘅係耶穌嘅堂兄西面 Simeon， 亦即係路加福音入面嗰位公義虔誠嘅老人家。更神奇嘅係，當時另一位學者克格西普斯 Eusebius 仲特登去咗加利利嘅拿撒勒實地考察，佢揾到咗耶穌親屬嘅後代。呢班人有個好霸氣嘅希臘文稱呼，叫做 Desposinai， 意思係屬於主嘅家族。佢哋一直喺各地傳教，建立教會。喺使徒行傳9章都有提到佢哋嘅蹤跡。彼得伸手扶他起來，叫那些聖徒和寡婦都進來，把多加活活地交給他們。使徒行傳9章41節。但係呢個家族差啲就被羅馬帝國滅門。點解？因為喺公元70年，耶路撒冷發生咗大規模造反，最終搞到成座聖殿被焚毀，羅馬政權受到極大衝擊。到咗公元95年，當時嘅羅馬皇帝多米田 Domitian 驚呢班流住大衛王血脈嘅人會捲土重來，再次起義，於是下令要清查並處決所有大衛嘅後代。就係咁，猶大嘅2個孫俾人捉咗去見皇帝。皇帝好嚴肅咁問佢哋：你哋有幾多財產？佢哋好坦白咁答：我哋冇財產，得一塊田。平時耕種除咗交稅，就係用嚟維生。講完之後，佢哋仲伸出雙手一對布滿口繭、長期喺田野工作嘅手。皇帝睇完呢對農夫嘅手，明白呢班皇室後代根本冇政治威脅，於是放咗佢哋，仲頒布法令停止迫害耶穌嘅親屬。呢啲珍貴嘅歷史資料喺新約學者理察包恒 Richard Bauckham 嘅著作入面都有詳細分析。